上帝是否存在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孔子说过：或罪于天，无所导也。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有违天理。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予所有者，天厌之，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为天为大，伟大啊！只有天最高大。天，孔子、孟子思想中，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孟子也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地天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情服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更以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凭，生育天地；大道无凭，运行日月；大道无名，养万物。不知其名，想名曰道。清净经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1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分。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自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又如大雅所说的音之谓上师，克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凭，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间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天下就是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莫身不殆。房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无尊我无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是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佛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不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17:21，道德经混成章第25，有物混成，先天理生，其七辽兮，不逆而不改，周平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是，是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狱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麻拉基书111，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作战。道德经会成章第25黄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黄母天父天上的父也，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子训明灵异变光上帝赐而真宝藏无量慈怀传意旨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理至圣心法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不十方共沐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载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载明上帝无量清居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载一点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一尧之大仁，虞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道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道慈，世智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关圣之刚正，纯阳之居明，五目之精忠，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但为天地小而无内，譬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景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虚形容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从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信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定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的。三界
28篇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外化的真主在。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子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义与形象义，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心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境，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变故恒，用在普无言为范，积极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子与母同音同义。字形与父母字相近，母字的形义一点中家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至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60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心无形永有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众生阴阳同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标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天命之谓请，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无二耳心，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中于下明，若有恒静。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提督遮那无生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明提督，此翻译片一片处，参经一问品，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提督遮那者，是日之节明，即除安片明之意也。从16曰所谓提督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是也。经法身如来亦复如是，故以为日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应有物混成，先天理生，及其了悉。独立而不在，周行而不在，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业照天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托运者、5点回教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以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6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3界十方万灵真在真如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296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2963真如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112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112他不生也不被生。113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有关邮件弹药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149:13-14，耶和华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一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里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以分为2，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着佐果瑜伽约翰一书第4章第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分，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和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15教产道国
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枝净瓶主人公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葫芦玄牝众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米木亮木米木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万教所要找的根。个根足没有经过佛师敦明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无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摄尊者或言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应摩诃迦摄分作令作，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布于汝当护持。吾登会元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住僧伽梨，比丘317，法义为众具11，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至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无度世，足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假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组之物本性。为慧能曰：不是本听，学法无益。若是自本听，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6章22，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3。 Enter by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
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改门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4。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言不走正门，进入自生六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湿生口鱼虾水族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气天神入其在世投胎为人，认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认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域贤官，永脱苦海。母自垂母，教皇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似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草灾，上高祖，下引尊，全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十戒。7戒不教圣人提出了诚恳的呼吁，一点木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此，肃拜真师反谣。2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义，赞美诗词作高歌。3点太上老君道德物前卫严谨。肃拜公堂早归根，字典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5点孔老夫子。雄臣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源。古人云：白藕日夜红莲花。3角原来是一家3大圣人发庆地，得了跳庙回老家务，有本末，是有终始之所牵后，则尽道矣。信教不爱修道，但不宜只有信教，3误修道，本末倒置。实在可惜，连老母娘的奥妙道，在使逆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其百。曰：何其欲？下且曰：在瓦器。曰：何其欲？甚且曰：在使逆。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火之问于天是律其也，每下狱况，汝为末必无乎陶物，只道作事。大言亦然。周天贤3者，一名同时，其之义也。庄子之得有第22老母娘的心声。13山坡母子礼，乃不得已。皇母训子10戒，
一界一当出天未分，混沌未看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环有六亿。元佛子天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间。兄弟千姐妹身来伴，随母来随母去无离身边。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完，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暇无事，任遨游天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天豪点雄，将玉翼穿的是登云鞋，天衣天山，老母娘的心声。二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静静而应通，外化万类根源，自从那妖子会气数以报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婚前，万八在气数并天使成就，又待至丑未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部，至星斗浊气降临为地湖海山川，至明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均万类生全子，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洞荒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理及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又生三一本散万殊哉，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天意难尽言。天即成地即立，外物其北东土，无人焉，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父方舍我有六子妻。降凡天律次的开元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下且九三山多红最乐菩萨，佛南设一个大千池，其来起早趁机会天一邪收回礼，天众佛自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天一邪，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而众等速东奔莫要在脸，如若是天一邪教与尔等尔，哪个亦不肯在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盘地，冷饿了之宗国子，可引清泉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言答三其末，大开普度清烧书心计尽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邪乃会收恶煞。血泪以于探子归，需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末节时其八过经片效圣法前，不为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极乐国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在里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成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完，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下士温补，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只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
以调拨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函数之分别对待，自性之理纯然，空达无碍，故无数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弦，暇无事则任意遨游。观上天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理天之境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天桃果琼浆玉以穿的是穿云鞋天衣天衫，吃的是天桃天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天衣天鞋。天桃果含桃之果实，亦称天桃。含桃实洲际东海有山名故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3千里，曰寒木。故必内传7月7日，西王母降，以天桃4颗与地，第10折收其核，欲种之。母曰：此桃3千年一时，中下地国，种之不生。帝乃止，问吾即为圣欲至善宝尽而精通万法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境，感而遂空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妖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国治理坤乾一元12，会子会开天丑，会替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人灭酉，会地灭虚，会天灭害，会混沌昧，会各10800年，一元共129600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6000年，北方生玉佛4800年，即10800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3720年，西方有长增佛7080年，即10800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5284年，东南方龙野佛5516年，即10800年。自会东北方济天佛5800年，伏羲是代理佛500年，即6300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然灯古佛听阳皮，掌天坛莲慈会释迦文佛弘阳皮，掌天坛灵山会弥勒古佛白阳皮，掌天坛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始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子会开天10800年，天成就丑会替地10800年，地完全智慧会数景，智智圆满，母会元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亥会同回混沌清气，生为天坛部，至星斗浊气，降名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不满的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
船队装载重着之气下降则为底，大底为重着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五百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营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均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辟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营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叠相交替，阴阳阴均而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天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此即是天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极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即理比及道虚灵之妙道生一生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LCC //2 意图象棋生化5万点，天地恒地地利，万物其北东土地，无人焉，缺少女男，天地既成，万物以其北，这就是象天，亦称娑婆世界、参苦世界、苦海、此岸、东土等等名称，不一而足。这是且被创立之后，尚无人焉，缺少男女，整个世界乏人管理统治。那时桀为母，我无奈之苦，方舍我有六子七将。凡天由于天地有定数，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需要有人降生，时机已至，老母娘亦有无奈之处，才舍下皇母之有六元开佛子，以其降临凡间，接受种种历练，屡次的开元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番，于是老母娘每次差遣元佛子下凡降临东土，每来一次又回去一次，就是不肯留下来治理凡间东土，无奈何为我造教且有三山坡洪罪了菩萨佛，身在无可奈何之下，老母娘只好造下且有，在三山坡洪罪了原本就是佛菩萨的原胎佛子，设一个大千时期来起早，趁机会先一且收回礼天，老母娘还设一个大千时，好让大家一起来起早，趁机会将大家的千一千节都收回礼天，众佛子就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千一节，可在哪边众佛子就请之后，却见不到老母娘，又不见千一千节，为娘我悲痛泪原子呼唤，而众等祖公奔莫要再敛老母娘，因为要与众原胎佛子分离，
故而心中感到悲痛而流泪，并且呼唤众国子速速往东土而去，千万别再留恋于李天之舒适自在，如若是千一且交与尔邓尔那个亦不肯再是宁烦老母娘，若把千一千且交给元胎佛子，则又没有一个肯降临凡间留下来治理世界。这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之宗国子和引清全到了凡间。若天气寒冷，就这些树枝和树叶来遮盖身体，以御寒地冷。若肚子饿了，就取松子果子吃，口渴了就取清凉泉水喝。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众佛子？听了老母娘如此吩咐，皆如药失了魂魄一般，悲伤地哀嚎叹息，纷纷问老母娘：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呢？母言答：三期末大胎普度，清烧书清寂净清度佛缘。老母娘回答说：等到三期末节大胎普度的时候，老母娘会亲自烧书祭品给大家，并且亲自来度化众元胎佛子，告一回家之路。家乡信书皇母训子十戒以及天佛圣训都是皇母烧书庆度化佛子众生。众儿女心由以悲生大放为母，我且可同步语。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众元胎佛子心中有存惊疑，悲伤地放声大哭。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惊疑悲痛，于是写下了合同给众元佛子，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求道时的合同皆是凭证。自此，我元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在地人焉，从此皇母之元胎佛子便向东土奔驰而去，点治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并传递人间烟火。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尽熬尖子各分东西，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堂弟白骨东师名利无煎熬，安的咸鱼不，至今时区只算6万年，载美想而再是苦母亲难安。自三山坡一别到现在，须只算来已有6万年了。自营会生元以来，至今未之初，已将近6万年时光。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皇母内心就难以安舒。一别天祖一别6万多年，今时下运也至为母，降到开三佛半末，后普度收元，现在时运已经到了，为换回在世间受苦的元佛子。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
并开遣三国万里末后一着的普渡收元。三国燃灯五国释迦牟尼佛弥勒佛如何与老母娘同在一任理时修一理，不依人修道，任指真一人一出错，一理是良心，二行公了愿天不能言，地不能喻，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结论，而的敦厚善良造就母的完美圆满，儿的光明坦荡照耀母的灵明清虚，儿的柔和宁静凝聚母的慈悲感应，儿的知足感恩建立母的欢乐喜乐，儿的无私无我辉映母的无边无量，儿的屹立不摇弃入母的永垂不朽本尊与分身关系。资料来源网址Counter-move 反击 Counter-offensive 转移攻势 Counter-preparation fire 反攻击准备射击 Counter-propaganda 反宣传 Counter-rebellion 反叛乱 Counter-recoil buffer 附近缓冲击炮 Counter-reconnaissance screen 反搜索物反搜索品位 Counter-reconnaissance 反侦察反搜索Counter-sabotage 反阴谋破坏 Counter-sign 口令暗号 Counter-space 太空反制 Counter-subversion 反颠覆 Counter-surveillance 反监视 Counter-terrorism 反制恐怖主义 Countervailing strategy 对抗反制战略 Counter-value targets 等值反击目标 Country cover diagram 国家涵盖图 Country team 国家小组国家队 Courier 传令军官中继通信卫星信差通信班机 Courier mail 专送邮件 Courier service 邮件班机勤务 Course 航线空中交通管制航向航路路层 Course navigation 航向航海 Course angle 航向角 Course correction 航线修正 Course error 航向误差 Course indicator 航向指示器 Course light 航线灯 Course line 航线预定航线路线 Course line computer 航线计算机航向计算器 Course line deviation 航线偏差 Course line deviation indicator 航线偏差指示器航向指示器 Course line selector 航线选择器 Course line shot 经路穿越弹 Course make good 实际航向实际航机适合航线网持航线 Course make good over the ground 地面实际航向 Course make good through the water 水面实际航向 Course of action 行动方案 Course of action development 行动发展方案 Course recorder 航向自录器航线记录器 Course selector 航线选择器 Course base 基本航向 Course maker radio beacon 航线标志无线电信标 Court of inquiry 调查庭侦讯庭案情调查委员会 Court of military appeals 军事上诉法庭 Court martial 军事法庭军法审讯军法裁判 Court martial jurisdiction 军事法庭审判权 Court martial order 判决书军事法庭判决书 Covalent 网统假联系 Cover address 掩护地址
Cover of 前后对阵，对阵。口令 ：Cover Operation 掩护作战 ，Cover Plan 掩护计划 ，Cover Position 掩护位置 ，Cover Search 掩护搜索，隐蔽搜索 ，Cover Stations for Groups of Escort Aircraft 各护航飞机大队掩护部位 ，Cover Story 掩护经历，迫降故障之飞行员，凭空捏造之个人经历 ，Cover Base 弹底覆盖 Cover。Booster 传报管盖 Coverage 涵盖地区，掩蔽物掩护范围，监视区域 Coverage Contour，ECM 电子反制涵盖 Coverage Contour，Radar 雷达涵盖线 Coverage Diagram 涵盖图 Coverage Factor 涵盖因素，侦查因数 Coverage Index 涵盖地区索引 Coverage Study 接收范围研究 Covered Approach 掩蔽进入，掩护前进 Covered Movement 掩护运动 Covered Route 掩蔽路线 Covered Space 有顶掩盖空间 Covered Storage Space 有掩蔽储藏空间 Covering Air Operations 空中掩护作战 Covering Barrier 掩护阻绝 Covering Fire 掩护火力掩护射击 Covering Force 掩护部队 Covering Force Area 掩护地区 Covering Group Close 进阶掩护支队 Covering Troops 掩护部队 Covered Intelligence 秘密情报谍报 Covered Operation 秘密作业隐蔽行动 Covered Propaganda 秘密黑色宣传 Covered Psychological Warfare 秘密心理作战 Covered Sword 涵盖摄影 Covered Trace Reconnaissance 空照透明图侦查 Coxswain 小艇长舵手舵长 CPOS Quarter 上士舱位 Crab 卸航偏侧 Crab Angle 偏侧角侧飞角卸航角 Crab Up 失事轨迹失事里神经上或精神上的大衰弱 Crane Spaces 狭窄一点83 Crane Barge 起重机船 Crane Ship 起重机船 Crane Signal 起重信号 Crane Shovel 起重挖土机 Crash 坠机坠机失事特级的防撞装置 Crash Ambulance 飞机失事救护车 Crash Assembly 防撞装置 Crash Boat 飞机失事救护船救难艇 Crash Crew 飞机失事抢救组 Crash Dolly 尾机脱离车 Crash Helmet 防撞头盔防撞盔 Crash Injury 坠机伤害Crash Intelligence 飞机失事情报飞机失事情报机构 Crash Landing 坠机着陆 Crash Position 坠机位置 Crash Position Indicator 坠机位置指示器 Crash Program 特级方案 Crash Rescue and Fire Suppression 失事救援与灭火 Crash Land 坠机着陆轨迹坠落Crash Locator Beacon 失事定位信标 Crater 探口探疤火山口陨坑爆炸坑弹坑 Crater Analysis 弹坑分析 Crater Depth 弹坑深度爆炸坑深度 Crater Diameter 弹坑直径 Crater Radius 爆炸坑半径 Cratering Charge 漏斗孔装药漏斗孔入坑装药Cratering Impact 弹坑效应 Crater Type Obstacle 漏斗孔是障碍物 Flow Trench 浮交通壕无浮壕 Floater 履带式爬行器商用履带车军用 Floater Tractor 爬齿式履带牵引车 Floater Type Crane 履带式起重机 Floater 为爬行道缓行道 Crater Vesicant Detector 真毒粉末Credible Combat Capability 可视战力 Credit Sortie 寄存初级架子 Credit System of Supply 无级记账制度配额无级制度 Freaking Attack 潜行攻击法 Freaking Barrage 移动弹幕 Freaking Invasion 逐步入侵 Freaking Method of Adjustment 加插射击式射法 Freaking Mine 浮动水雷 Freaking Zone Barrage 弧形区域火网渐进火网 Crew 配置空勤组配员操作人员船员机员车员枪手炮手 Crew Credit Sortie 空勤组寄存初级架子
Crew Drill 成员训练 Crew Maintenance 成员保养 Crew Member Flying Status 机员飞行身份 Crew Operation 成员操作 Crew Room 水手舱 Crew Space 士兵室船员室 Crew 门组员 Crew Mate 同组人员 Crews Assign 编配空勤组 Crews Available 现有空勤组 Crews Porter 士兵舱位 Crew Serve 乘组引擎的、集体操作的、多人操作的 Crew Serve Weapons 多人操作武器 Creeper 警定钳、雷管、井口铁 Creeping Groove 弹头警定槽 Crisis Action Planning 危机行动计划 Crisis Action Procedures 危机处理程序 Crisis Action Team 危机处理小组 Crisis and Lesser Conflict 危机无侵入冲突 Crisis Management 危机处理 Crisis Response 危机反应 Criterion 规模、判别准则 Critic Report 重要报告 Critical Air Velocity 临界空气速度 Critical Altitude 临界高度 Critical Angle 临界角 Critical Angle of Attack 临界冲角 Critical Bridge 重要桥梁 Critical Crypto Information 机要密码资料 Critical Crypto Material 机要密码器材 Critical Defect 严重缺失 Critical Deficiency 严重缺点 Critical Facility 重要设施 Critical Hub 临界航程 Critical Horsepower 临界马力 Critical Inductance 临界电感 Critical Information 重要资讯情报 Critical Intelligence 重要情报 Critical Intelligence Report 紧急情报报告 Critical Item 重要项目稀有军品欠缺器材主要物品 Critical Item List 重要项目稀有军品欠缺器材主要物品清册 Critical Joint Duty Assignment Unit 重要联合职务派任 Critical Lab 危险航程 Critical Level of Escape 临界逃脱层 Critical Material 欠缺材料重要物资 Critical Node 重要枢纽 Critical Occupational Specialty 重要军职专长 Critical Opening Speed 临界张开速度 Critical Parachute Opening Altitude 开伞临界高度 Critical Parts 重要组件 Critical Penetration 要点突破 Critical Point 地形要点、转列点、指示点、变换点、路线阻碍点、临界点 Critical Radius 临界半径84 Critical Range 临界距离、临界范围 Critical Region 稀缺区域、临界区域 Critical Report 重要报告 Critical Safety Item 重要安全军品Critical Size 临界大小、临界体积 Critical Speed 临界速度 Critical State 临界状态 Critical Supplies and Materials 重要补给品与器材 Critical Sustainability Item 重要持续战力军品项目 Critical Target 要害目标物 Critical Task List 重要工作清单 Critical Temperature 临界温度 Critical Terrain 重要地形 Critical Vendor Item 缺要限售项目 Critical Viewing Distance 临界明辨距离 Critical Zone 临界地带 Critically Wounded 重伤 Cross Bearing 交叉方位 Cross Compartment 横走廊 Cross Connection 交叉连接 Cross Corridor 横亘走廊 Cross Country Driving 越野驾驶 Cross Country Operation 越野行驶 Cross Country Type 越野式 Crossfire 交叉射击、交叉火力、串扰、变性干扰 Cross Hauling 交互运输 Cross Leveling 相互调拨 Cross Loading Personnel 整体装载人员
Cross Servicing 计费勤务支援 Cross Signal 错达传递 Cross Stack 交叉堆置 Cross Stacking 交叉推进 Cross Talk 串音串话 Cross Bell 同级递传 Cross Velocity Initial 初步交互速度 Cross Band Operation 交互频带工作 Cross Bar Switch 纵横自动交换机件 Cross Bar System 纵横系统 Cross Country 长途越野 Cross Country Clearance 长途飞行离场证 Cross Country Flight 长途飞行 Cross Country Mobility 越野机动力 Cross Country Performance 越野动作越野性能 Cross Cultural Analysis 文化交互分析 Cross Drive Transmission 横向驱动变速箱 Cross Twin 侧翼 Cross iJamming 斜视干扰 Cross 非音量交替 Crossing Angle 交叉角 Crossing Area 穿越地区 Crossing by Cable 钢索度 Crossing Course 侧越航线侧方航路 Crossing Target 横移目标 Crossing Wave 窜波 Crossover Distortion 交越时针 Crossover Area 交越区域 Crossover Distortion 交越时针 Crossover Line Point 交叉线点 Crossover Loss Sequential Tracking Radar 焦点损耗序性追踪雷达用语 Crossover Network 频率划分网路 Crossover Patrol 越线巡逻法 Crossover Range 焦点距离 Crossover Zone 高点区 Cross Polarization Jamming 交叉极化干扰 Cross Procurement 交互真构 Cross Reading 交扰证明 Cross Section Area 横断面 Cross Section Stakes 横断面桩 Cross Service 交互勤务相互支援 Cross Sturm 窜音 Cross Sturm Attenuation 窜化衰减 Cross Sturm Attenuation Far End 远端窜化衰减 Cross Sturm Attenuation Rear End 近端窜化衰减 Cross Sturm Component Intelligible 可解窜化成分 Cross Sturm Component Unintelligible不可解窜化成分 Cross Sturm Unit 窜化单位串音单位 Cross Sturm Far End 远端窜化音 Cross Sturm Intelligible 可解窜化音 Cross Sturm Inverted 不可变窜化音 Cross Sturm Rear End 近端窜化 Cross Training 交叉训练 Cross Wind Force 横风力侧风向力 Cross Wind Landing Gear 侧风起落架 Cross Wind Lag 侧风边 Cross Wind Method of Fueling and Airshipping Flight 飞船飞行中之横风加油法 Crowdsourcing 群众外包 Crown 彩铃毛冠矛头顶 Crown Charge 笼顶装药 Cross 为顶瞭望台 Cruise 巡航 Cruise Control 巡航操纵 Cruise Control Charge 巡航操纵图 Cruise Missile 巡弋飞弹 Cruise Mode 巡弋航方式 Cruise Propulsion 巡弋航推进 Cruiser 巡洋舰 Cruiser Stern 巡洋舰舰尾 Cruisers 巡洋舰类 Cruising Altitude 巡航高度 Cruising Ceiling 巡航深线85 Cruising Combination 巡航组合 Cruising Formations and Dispositions 巡航队形及序列 Cruising Level 巡航水平面 Cruising Order 巡航序列航行序列 Cruising Radius 巡航半径航行半径 Cruising Range 巡航力 Cruising Speed 巡弋航速度 Cruising Stage 巡航机Cruising Turbine 巡航器旋机 Crusader 十字军克罗塞战斗机 Creep Analysis 译码分析获评 Creep Analyst 译码分析员 Creep Analytic Research 解密研究 Crypto 秘密Cryptologic Warfare 译码战 Crypto Auxiliary Equipment 译码术辅助装备 Crypto Board 译电组 Crypto Center 秘密中心 Crypto Channel 密码系统 Crypto Clearance 密码许可证 Crypto Communication 密码通信 Crypto Compromise 密码受损 Crypto Correspondence 密码通讯 Crypto Custodian 密码器材保管员 Crypto Date 密码日期 Crypto Device 密码装置 Crypto Distribution and Accounting 密码分发与登记 Crypto Equipment 密码装备
Crypto Facility 密码设施 Crypto Guard 密码保有机构 Crypto Information 密码资料 Crypto Logistics 密码后勤 Crypto Lobby 秘密通信 Crypto Material 密码器材 Crypto Matter 密码事物 Crypto Mechanism 密码机械 Crypto Net 密码通信网 Crypto Operating Instructions 密码作业规定 Crypto Parts 密码部分密码段 Crypto Period 密码使用时限 Crypto Principle 密码原理 Crypto Production Equipment 密码制作装备 Crypto Related Information 密码有关资料 Crypto Security 密码保密密码安全 Crypto Service 密码供电 Crypto System 密码系统 Crypto Text 密电文 Crypto Variable 密码变数 Crypto Com 密码器材登记册 Crypto A 密码数辅助器材 Cryptogram 密码文件密电 Cryptographer 密电源 Cryptographic Centers 密码中心 Cryptographic Information 加密资料 Cryptographic Part 密码部分要素 Cryptographic System 密码系统 Cryptography 密码术 Crystal 某领海上预估程序 CSAR Mission Coordinator 战斗搜救任务协调官员 C Scope C 型显示器 C Series Nerves Gases C 类毒气神经性毒气 COP 幼师及修理补给机构空军 COP Base 小型基地 COP Base Unit 小型基地单位 UE Radar 搜索雷达 Culminating Point of Trajectory 弹道顶点 Culminating Power 顶点站立 Culture Cartographic 人造的物质图 Culture Awareness 文化体认 Cumulative Deterrence 累积性下阻 Cumulative Dose 累积剂量 Cumulative Dose Radiation 累积射线剂量射线 Cumulative Effect 累积效果 Cumulative Errors 累积误差 Cumulative Frequency 累积次数 Cumulative Frequency Distribution 累积次数分配 Cumulative Mean 累积平均数 Cumulonimbus 层余积 Cumulus 积 Cumulus Bowl 积圈 Cumulus Cloud 积 COP Assembly 加强管装药 COP Liner 推出药衬套 Cumulus 炮塔转塔炮塔顶盖枪塔展望塔圆屋 Cumulus Hatchboard 枪塔顶门展望塔顶门 Curve 为车辆总重 Curfew Period 宵禁期间 Curing Time 养护时间 Curly Torpedo 趋向鱼雷 Currency 通用意图 Current Account 会计报表 Current Appropriation 现年度经费 Current Asset 流动资产 Current Chart 海流图 Current Constants 潮流常数 Current Dead 现时死亡人员 Current Demand 当前需求 Current Diagram 潮流图表 Current Difference 潮流差 Current Files 现时档案 Current Files Area 现时档案区86 Current Forces 现有兵力 Current Intelligence 动态情报现时情报 Current Operating Allowance 现有作业配付量 Current Operating Environment 当前作战环境 Current Readiness System 当前战备系统 Current Record 现行记录 Current Report 会计报表 Current Ship Maintenance Project 舰艇经常保养计划 Current Tables 潮流表 Current On-Field Payment 逮捕申请书 Current Deposit 活期存款
Currently effective aeronautical rating 现行航空等级 Curtain door 防毒帘 Curtain Gas roof 防雨幕 Curtain Tent Blackout 灯火管制用帐篷掩护 Curve of equal bearing 等方位线大圈方位线 Curve of pursuit 追瞄飞行曲线 Curve of trajectory 弹道曲线 Curve fire 驱射火力 Curve fire gun 驱射炮 Curve range 曲度射程测量 Curve stern 弧形船尾弧形周尾 Curve trajectory 驱射弹道 Cushion action 缓冲作用 Cushioning effect 缓冲作用 Custodial guard 监护卫兵 Custodial personnel 管理人员 Custodial record 保管记录 Custodian 机密文件保管官 Custody receipt 经管收据 Customary progress payment 例行分段付款 Customer ship 国船 Customs of the service 军中习俗军队习惯 cut and cover shelter 掘开式掩蔽部 cut off cars 车辆分组 cut away model training aids 解剖之模型教育辅助器材 cut off and go 截止角 cut off attack 截止攻击 cut off date 截止日期 cut off frequency 截止频率 cut off frequency cut off 截止频率截止 cut off frequency effective off 有效截断频率实际截止 cut off frequency theoretical 理论截止频率 cut off group 截杀小组 cut off limiting 截止限制 cut off point 截止点 cut off standard 截止标准 cut off velocity 截止速度截止推力速度 cut off wavelength 截止波长 cut off voltage 电压截止 cut off the J 船只外表 cut over program 换装计划 cutter 机丝艇快艇舰船舢板刀切割机剪切器细流雷割刀 cutting charge 切割装药 cutting point 睫毛点刀口割点 CW Doppler radar 等伏波都不乐电达 CW homing 等伏波追踪 CW noise 等复杂波 Cyber Command 网络司令部 Cyber Soldier 网界士兵 Cyber Terrorism 网络恐怖主义 Cyber Battle 资讯作战网络武器作战 Cyber Espionage 网络谍报网络情搜网络间谍 Cyber Attack 网络攻击简称网攻 Cyberspace 网络空间Cyberspace Force 网域武力网域部队 Cyberspace Operation 网络作战 Cyberspace Security 网络安全 Cyberstrike 网络攻击 Cyberterrorism 网络恐怖主义 Cyberterrorist 网络恐怖分子 Cyberwar 资讯战争网络武器战争 Cycle Checkout 周期检查Cycle Inventory 周期性清理 Cycle Checkout Van 周期检查车 Cycle Recommissioning 周期性大修 Cycle Rotation System 定期轮调制度 Cyclic Item 周期评鉴 Cyclic Rate 循环速率射速 Cyclic Rate Mechanism 射速控制装置 Cyclic Regional Revolution 周期性地区革命Cyclogyro 横旋翼机微转机 Cyclonite 白色炸药 Cylindrical chart 圆筒投影图 Cylindrical equal area map projection 圆筒等面积地图投影 Cylindrical equal spaced map projection 圆筒等空间地图投影 Cylindrical map projection 圆筒地图投影87 DLAD 反攻误攻击发起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 attack DOS attack DDoS attack 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 Daily accounting report 会计日报表 Daily activity report 工作记录日报表 Daily aircraft utilization 每日飞机使用时数 Daily dispatch record 每日调度记录 Daily dispatching record 每日机车调派记录表 Daily installation situation report 设施状况日报 Daily keying element 每日要码 Daily maintenance 每日保养 Daily march graph 每日行军图 Daily memorandum 每日备
望，通知 Daily Messenger Service 每日传令勤务 Daily Movement Summary 视频传译每日动态摘要 Daily Operation 每日作业 Daily Operation 是每日作业表单 Daily Operations Meeting 每日作业汇报 Daily Rate 每日误差变化率 Daily Receipt and Disbursement Report 收支日报表 Daily Report 日报表 Daily Retardation 每日超时 Daily Service 每日勤务 Daily Sick Report 伤患日报表 Daily Statement of Cars on Hand 现有车辆日志表 Daily Status Report 每日状况报告 Daily Strength Report 兵力日报 Daily Tonnage Discharge Graph 每日卸载吨位图 Daily Train 每日到达车队列车每日列车 Daily Work Report 工作日报表 Daisy Cutter 滚球杀伤弹流线弹 Damage 损坏Damage Agent 损害剂 Damage Aircraft 受损飞机 Damage Area 损害区 Damage Assessment 损害鉴定 Damage Assessment Table 损害鉴定表 Damage Control 损害管制 Damage Control Bill 损害管制表 Damage Control Book 损害管制书 Damage Control Center 损管中心 Damage Control Officer 损害管制官 Damage Criteria 损害标准Damage Estimation 损害鉴定 Damage Function 损害功能损害函数 Damage Limitation 损害限度 Damage Potential 可能损害 Damage Radius 损害半径 Damage Threat 损害威胁 Damage Volume of Missile 飞弹杀伤范围 Land 目标弹神测空火箭 Land 无雷标 Land Layers 目标舰 Land Runner 越雷标线船只 Danger 危险 Danger Angle 危险角 Danger Area 危险区危险地区 Danger Area Torpedo 雷危险区 Danger Bearing 危险方位 Danger Bearing Angle 危险方位角 Danger 不易危险目标 Danger Circle 危险圈 Danger Close 非常危险 Danger Coefficient 危险系数